咱即摆好咧教，做五育啦吼，做新民五育的呢，体群美德智体群美啦吼，义啊，义啊，没有用。德智体群义啦吼，咱修道吼，咱爱坐修书读，咱死育会使啊，吼，咱即死育，咱第就是讲德育，德育就是地中。地中，哦，咱讲地中和天下为言，万不欲言，你系地中，有中，万不在欲。比如讲今日咱修办道，咱若真正有中，有这个中的物件，就是讲这个道就是中，咱只要有这个中物件，咱当真正叫道成相，会当成就万物。所以因此呢，咱必须爱体育、德育。德就是讲第一，主敬尊贤，愿以同天地，主一个贤字，顺真雍恭，个尊一个贤字。所以主敬尊贤，这个主敬尊贤是个四字，但是简单讲就是愿以同天地。什么叫做愿以？愿意就是讲独处的时阵，独处啊！咱孔圣人甲咱讲善独、慎独，哦，咱愿意就是讲营无代志，哦，无事的时阵，你家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阵，你有主敬尊贤的，这四字足重要。啊，咱若假使讲无主敬尊贤的话啦，吼，咱就地甲比你较济杂，安尼啦，所以头拄好好讲的讲，咱一日的当中，咱介绍讲咱去地甲偌济大，咱到底去天堂几大？是伫地甲较久，还去天堂较久，咱家己做，家己自己打分数，安尼啦，咱若会当慢慢打分数，你若慢慢会当去真正去落实去做，你就会知影讲，原来慢慢到后日啊。天堂较济，地甲较济，安尼自然你就是修道，你有精进。所以咱愿以同天地，主一个境界。所以今日无论讲是对咱老母娘、对先佛、对人、对事，智敬足重，有敬到诚，有诚到敬。所以诚敬、敬诚，这两项物件是连带关的。今日